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日本，聊聊日本消失的30年了。咱们现在经济似乎压力比较大，我们经常跟日本相比日本消失了30年，也有很多网友比较关心，说我们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某种程度上就说明日本的这一切恐怕有我们借鉴之处尤其对我们韭菜来说所以我们比较关心，对吧？日本消失了30年，那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30年怎么过的？跟我们现在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尤其是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是日本的经济增速却远超预期。同时日本通缩情况也有明显的好转，所以我们都惊呼说日本走出了失去了30年，苦日子熬过去了。所以我们希望从日本的这个经验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地方。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理事论坛的理事叫张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日本的经济复苏特征、事实、影响因素与未来展望》这么一篇论文呢。他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日本2023年这个在全球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情况下，日本反而取得了比较亮眼的成绩。日本的经济取得了超预期的增长，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正在积极修复，且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支出能力有所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30年之久经济低增速时代。在该期间，日本 GDP 增速与80年代相比明显降低，常年维持在低个位数增长，甚至某些年份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失去了30年，不仅对日本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然后他这个文章主要是指出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几个特征，就是你怎么说日本经济就复苏了呢？说到日本经济复苏，那肯定也要说它低迷对吧？它低迷有什么特征？所以在日本经济复苏之前经历长达30年之久的经济低速增长期，学界称之为失去了30年。这个期间日本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家庭少子化、制造业外流、居民意愿、消费意愿低迷、企业投资信心不足，这些似乎咱们现在正在经历。说日本低迷，那你就要知道日本曾经多么辉煌。至于日本是怎么崛起的，对吧？跟有一场战争有关系，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日韩还有台湾，对吧？就是亚洲四小龙恐怕都跟那个战争有关系。1985年，日本 GDP 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你看我们何其相似同年9月，美国为了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广场饭店签订广场协议，要求协议国家干预外汇市场，促使日元和德国马克等货币对美元有序升值。广场协议签订后1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54%，致使日本出口贸易遭受重创。我们读这种东西，我们要反过来思考，那既然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的经济出口遭到重创，那就导致日本经济低迷，这是个导火索那你说我们人民币升值现在合适吗？也就是说，我们要防止经济低迷，要增加，要保住这个贸易出口那人民币贬值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你不得不选。最近特朗普也要求日元、人民币要升值，那这个当肯定是不能上。为了消除日元升值给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于1986年提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你看看拉动内需了，并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促使信用资金大量涌入楼市、股市，日本经济逐步开始积累泡沫。日本央行在1989年开始意识到日本资本市场出现泡沫，在此后的1年半时间里，将贴现率提高了5次至 6%。 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加征地价税等政策抑制炒地行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叠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致使1989年底日本股市见顶，1990年第4季度日本楼市见顶，日本资本泡沫开始破裂这个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前村长他说股市3000点是比较好的
的一个点位，也就是让领导放心。我们既要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要降息利息无限接近于零，但是又不希望这些钱进入股市造成泡沫，所以很多人指望着什么放水，股市涨到1万点，难道你是想复制日本的这个泡沫破裂之前的这一套吗？我们只有楼市泡沫破裂，我们股市没有破裂，股市这个泡沫不大，不一直在3000点吗？就你说泡沫它能有多大？所以日本消失了30年，1989年它的股市是顶峰，我们只有楼市是顶峰，股市没有，对吧？这是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有利有弊的地方。日本是股市和楼市双双到顶点，然后开始自由落体，我们是楼市是到了顶点，我们开始干预，对吧？让它速度叫减缓，股市还没有这文章说至此日本陷入了失去了30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速常年维持在低个位数增长，然后 CPI增速常年低迷，股市指数跌跌不休，内需持续萎靡，企业如金融机构也纷纷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那么日本经济复苏的特征是什么呢？它主要有这么几个一，通胀率始终维持在目标水平以上。2023年以来日本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3%左右，同时居民最低工资逐步上调，这标志着日本未来有望从成本推动型通胀转换为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需求驱动型通胀。你看看人家这个已经走上健康的这种发展道路，它通胀在3%，我们是通缩第二个是受益于日元的贬值，日本出口持续增长，国际收支显著改善。这就是为什么大国很多人跑到日本去玩，为什么去日本玩的人多跑到日本采购的人多就因为相对日元的贬值就我们发现跑到日本去买那些奢侈品、化妆品，好像占了什么便宜一样。这是日元贬值带来的，那你说说咱们要借鉴的话，那也是人民币贬值这条路。三是企业盈利持续改善，2023年日本所有企业利润连续2个季度持续回升。就制造业而言，犹如供给侧制约因素逐步消退，汽车生产复苏推动企业利润增长。第四个是日本资产吸引力上升，外资情绪高涨。2021年日本 FDI 流入增长近2倍，好像那个巴菲特还有谁他们就一直在投资日本嘛，对吧？此后 FDI 流入维持高速增长，其中金融保险、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吸引外资占比最高，这个咱们也不差人民日报说了，咱们是高质量的增加了，对吧？那个流失的都是低质量的，所以虽然我们的绝对数值下降，绝对的外资的就是 FDI 在下降，但是我们质量提高了，来的都是高质量的，走的都是低质量的。然后第5个特征呢，说资本市场重现繁荣景象。2023年日经指数上涨约28%，在主要股指中涨幅仅次于纳斯达克。2024年日经指数已超过30多年来最高值，也就创了新高且与1989年相比目前日股的估值水平更为合理，盈利能力更为出色，拥有更好的企业治理。这是日本经济复苏5个特征。然后这篇文章再介绍日本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就是哪些因素导致日本走出了这个消失了30年、低迷的30年。他说主要包含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与外部冲击。那结构性因素呢，就包含一是企业转型初见成效，助力日本经济复苏；第二个是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促使了股市繁荣，并有效提振了国内投资。那么周期性因素呢，一是日元不断贬值，显著促进了产品出口。2023年以来美元指数呈现先跌后涨态势，相较主要非美发达国家货币走势，日元走势整体疲弱。受益于日元贬值，2023年日本外需对经济增长形成显著的支撑。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23年日本贸易收支出现 9.29 万亿日元的逆差，已连续3年出现逆差，但幅度相较2022年缩小了 54%。第二个就是旅游业复苏，促进经济快速增长。2020年开始日本旅游业犹如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受到巨大冲击。2023年随着疫情影响消散，日本旅游业迎来强劲复
复苏。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12月发布的数据，2023年11月入境外国游客人数为244万人，且该数据已连续6个月超过200万。截至11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2233万人，这是自2019年以来时隔3年再次突破2000万人。根据日本旅行社预测，2024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至少是2023年的130%。日本旅游业将持续复苏。日本旅游业持续增长，有助于日本经济走出颓势。一方面，入境外国游客增加，有助于提振日本消费。根据日本观光厅发布数据，2023年访日外国人在住宿、购物等方面消费5.29万亿日元，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二是旅游产业复苏，有助于带动酒店、民宿、航空等旅游强关联行业的发展。如日本主要旅游城市的住宿费相比疫情之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对吧？日本旅游业的复苏啊，这个对咱们来说那是感受比较深的，对吧？很多人去日本旅游啊，去日本购物，这个也能联想到啊，咱们去年啊，是不是咱们开放了很多国家的签证，恐怕也是借鉴日本的经验，就打开国门，对吧？让外国人来旅游，为外国人的旅游创造便利条件，所以说那个才出现那个韩国人呢到上海感受一下那个上海少爷那种热情。那第三个就是政策性因素，这个小泉政府与安倍政府的改革措施为日本经济复苏奠定良好基础。它由于日本独特的国内国外政治环境，导致日本首相普遍任期较短，失去了30年时间，各界政府采取各类改革政策以应对衰退，但大多数均收效甚微。仅有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两任政府经济改革缓解了日本经济困境。主要核心有3点，一个是强化以改革促增长的理念，第二个就是放松政府对于私营部门的管控，建立小政府大市场发展模式。你看看啊，这里面强调是小政府大市场，不能反过来了。3是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建立小中央大地方的管理模式。它里面介绍啊，它是具体而言呢，一方面小泉政府希望通过改革机制和组织结构来解决日本经济和结构性调节失效问题，即依托供给侧改革方式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与资源分配效率。另一方面，小泉政府希望通过给予市场与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度，以缩减政府规模，降低干预程度与公共开支，依托市场进行效率优化。同时，小泉政府整治了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庞大官僚体系与既得利益集团。小泉政府期间，日本经济曾经出现复苏的迹象，但2008年日本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打断了日本复苏步伐。尽管小泉政府并未将日本经济带入发展正轨，但其为安倍政府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是有一阵子咱们这儿推崇这个安倍经济学吗？那安倍的这个经济学指什么呢？他说主要分2个阶段，说第一阶段是安倍上任之初开展的3支箭，咱们这叫万箭齐发，它叫3支箭经济改革政策，其核心主要有3点，一是改革货币体系，通过日元贬值设定负利率的方式，以实现货币扩张和合理的通胀目标；二是改革财政体系，通过灵活的刺激政策，加大公共工程投资与中小企业援助，以实现预算盈余；三是开展结构性改革，支持私营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以提升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说安倍经济学给日本金融市场注入活力。随着日元的急剧贬值，全球投资者开始关注日本资产。所以说大家觉得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大还是小？那么第二阶段是2015年开始新的3支箭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发展经济，支持育儿，完善社会保障，并呼吁日本女性应积极参与社会劳动。这个第2支箭呢，目标是将生育率从2013年的1.43提高到1.8。他为什么要呼吁日本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劳动呢？他的目标是计划将护理人员离职率降至0。安倍政府的改革为衰退的日本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其并未实现预期的所有目标，与女性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那与其他的国家相同日本它也受外部环境影响，对吧？
他也并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改革啊，所以他也会经历外部冲击。那日本的外部冲击呢，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也是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依靠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通过外贸扩张与产业升级，发展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它是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变，导致日本成为全球投资者资金的避险港。一方面，日本可以承接中国的溢出资金，特别是以芯片、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敏感行业的投资。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导致诸多日本企业将产业回迁至日本本土。他说，例如索尼公司已于2022年6月回迁日本本土。企业回迁有助于提升国内的就业率，提振内需，并带动本地产业发展，助力日本经济实现复苏。外部冲击指的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啊，导致很多资金选择去了日本，日本本土的企业呢选择回归本土。那么既然有利因素啊，那就一定有不利因素。那么日本的经济复苏不利因素有哪些呢？那第一个也是结构性的因素。什么结构性因素啊？说一，日本企业就僵尸企业问题依旧严峻，这个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什么叫僵尸企业？你比如说啊，这家企业它的净资产好像是3000万，它是赚钱的，但是它的应收账款1个亿，他也要不回来，谁欠他的呢？恒大、融创3年了解决不了，他没有现金，他赚不下去，这个企业就是僵尸企业。还有的企业虽然账上还有现金，净资产也有，现金流好像有，但是他没有利润，他没有业务，只剩几个人在那维持，这也是僵尸企业。实际上就是什么叫僵尸企业？就本来要被市场淘汰的这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他还在那活着，对吧？本来应该出清，对吧？破产清算，赶紧结束。那么日本第二个不利因素呢，就是少子老龄化情况持续恶化，这个就不说了啊，因为日本好像是2024年一共才人口才几十万呢，新生儿啊。第三个是日本企业缺乏创新动力，这将削弱经济复苏动能。20世纪50到80年代，日本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年均 GDP 增长率超过 8%。日本的电子工业、自动化以及工业设备都是世界领先水平，所以出现了索尼、三菱等一批技术领先的世界知名企业。然而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日本企业的创新的引擎很快失去动力。这一点咱们不能不说啊。你说日本现在它在移动互联网，就是信息革命，它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这个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日本没有。以二维码为例啊，这玩意都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是在日本二维码可不吃香啊，对吧？这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对吧？到了中国，现在咱们干啥都是扫码。日本在这个信息革命之前啊，那都是世界领先，对吧？无论是什么硬件、存储、光学，对吧？甚至光刻机上面的很多那些技术啊、零部件啊，都是日本的。但是你看看，日本有互联网企业吗？有移动互联网企业吗？ TikTok 跟日本有关系吗？人工智能这一块，日本有什么人工智能呢？所以说啊，就是说大家看到日本呢，确实啊，在这一块它已经在落后了，包括德国也一样。所以你看啊，由于日本的企业开始趋于保守，导致日本企业在半导体行业、软件和通信行业以及遗传学领域技术均落后于来自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公司。现在就连印度啊，都在人工智能这块跳得很高啊，这国家要掏多少钱去搞这个？他说日本为什么这个创新这块不行呢？他也分析了原因有2个。他说第一个，他说劳动力老龄化和僵化的晋升机制导致日本企业创新活力减弱。日本企业中中年员工数量远多于年轻的员工，且企业内部晋升论资排辈，致使年长者占据管理层，而年轻人职位较低，这导致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僵化，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实时调整战略方向，造成其创新动能不足。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一度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占据过半的世界市场份额。日本电气公司和东芝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2家半导体公司，如今排名第1和第2的2家公司分别是英特尔和三星公司。原因是英特尔公司和三星公司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迅速转换战略重心，进而抓住了个人电脑领域和的机遇。而日本企业受限于员工老龄化与僵化的管理制度，很难抓住市场新机遇，导致日本企业半导体产业逐步落后。而其二，日本政府缺乏对于企业的战略引导。日本奉行小政府大市场体制，该体
体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权力寻租问题，但由于缺乏政府正确的战略引导，导致日本企业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芯片等领域创新不足，被美国及新兴市场国家超越。这个确实是日本的不足啊，应该能看到日本在这一块已经被落下了。当然了，日本能不能迎头赶上，这个不好说啊，但至少现在它已经落后了。我就以手机为例吧，实际上手机这东西啊，以前在非智能机的时候啊，日本的手机那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就是它的质量啊，也不比诺基亚还有摩托罗拉差，甚至比他们好。但是你看现在啊，全球手机卖的最火的是哪些公司啊？还有一家日本公司吗？对吧？苹果、三星、小米、华为，反正你找不到一家日本公司，对吧？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日本真的是落后了。原因就是日本它是运营商集采，它的手机都是按照运营商的要求去定制，在这种背景下，它很难成长出一个大的手机公司出来。这个日本的手机公司都是依附于运营商，对吧？运营商扩张到哪儿，它就跟着后面到哪儿。你想想日本的汽车那是全球啊，非洲连格陵兰岛都是日本的汽车，但是日本的手机呢，不是的，那只能在日本卖，出不了日本。你说印度现在有日本的手机公司吗？都没有。所以最后日本它的手机都退到幕后了。现在手机里面很多零部件是日本产的，对吧？它由 to C 现在被迫变成 to B， 也就是说啊，从一个手机你就能看出日本它在新兴行业这一块已经在落后。然后这个不利的因素啊，还有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主要指的就是居民的实际工资下降，导致居民消费需求萎靡，这跟咱们是一样的。所以日本这出现什么优衣库啊、平替啊，对吧？吉野家那种快餐，都是因为日本这个消失了30年，出来了一些品牌，物美价廉，追求性价比。那个政策性因素不利的影响，主要是日本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啊。咱们节目经常说的啊，咱们现在这个贫富差距显著的在加大。上海的那个3000万、4000万的房子日光，而且人家全款，现在各个地方，对吧？那些核心地块拍卖的价格溢价80%、70%。为什么这个地块这么火呢？因为这个房子盖出来就是卖给富人，对吧？他那个楼面价，上海都是11万、12万，成都的楼面价居然3万多，那房子盖完了至少卖6万，这就不是给你韭菜盖的。为什么这样的房子这么火呢？不就说明贫富差距在加大吗？韭菜为50-60万一套的房子在那愁眉苦脸的，担心买错了，担心要价格下跌，但是富人根本就不在乎，5000万闭着眼买，这不就是贫富差距在加大吗？那么还有一个外部冲击，说俄乌危机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致使日本经济陷入成本推动型通胀。2022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叠加日元汇率贬值冲击，导致日本进口的能源和食品等价格大涨。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营，企业被迫提高产品价格，致使输入型通胀迅速扩散。为了应对物价上涨，2022年日本于5月与12月通过了2次补充预算。输入型通胀导致日本的结构失衡，对吧？所以说你说那韭菜的收入没提高，但是你的物价开始涨，这一下这是不健康的。健康是什么呢？健康的是有时候大家收入在增长，导致物价涨，这是健康的。如果放水导致了通胀，那就是不健康。如果是我们收入在增长，导致了物价在涨，你吃了鸡蛋在涨，这属于健康的通胀，良性通胀。当然了，这个文章啊还对日本未来进行了展望，这个咱就不说了。总之日本现在是走出了这个低迷的30年，消失的30年。那么日本的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呢，他说结论2023年日本通缩状况逐步改善，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复苏态势，日本企业盈利改善，日元贬值引致出口增长，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有利的外部环境共同引致了此次复苏。但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性仍有待商榷，对吧？它复苏能坚持多长时间，这是个问题啊。他说理由呢是日本经济仍存在老龄化加剧，科技创新不足，内需萎靡不振，输入型通胀加剧，贫富差距加大及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削弱了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的动能。因此说日本政府仍需持续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根治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方能借助经济短期复苏之风，培育经济长期反转之势。那么日本的复苏对中国的政策启示，一个说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个是开展资本市场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第三个是实施更加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货币政策，消除负向产出缺口。第四个是千方百计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转型，避免爆发房地产危机。这是对中国政策的启示啊！我觉得对政策的启示跟咱们关系不大，咱们也干预不了，决定不了。所以我觉得对韭菜的启示更多的是从咱们自身怎么应对。所以如果政府要借鉴日本的这些经验的话，那么很有可能第一个，我推测啊，人民币肯定是要贬值，利率进一步下降，直至接近零。那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这是我判断的。第二个就是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这个时候不能再导致这个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应该是在缩小，对吧？你比如说农民的养老金一个月加20，这个幅度太小。胡锡进老师加3%就多了600块一个月，那实际上这是人为的导致贫富差距在加大，对吧？这种改革这应该加大力度，就是说那些基数低的要大幅度的提高基数，基数高的应该不涨或者是慢涨，而这些基数小的不仅要快涨，而且要提高它的基数，对吧？有代表说到2030年把农民的最低保障提高到600一个月，2035年还有10年，有好多人都已经享受不到这政策了，对吧？为什么就不能一步给它提高到300呢？或者一步提高到400，然后每年再增加50，这么从100多20的加，你得加到猴年马月，对吧？然后这个政府，对吧，对经济的调控，比如说化债，初衷都是好的，但是你这个债一化，如果你的漏洞不给它堵住，对吧？继续忽略了这公平公正，那么还是让那些少数的婆罗门继续受益，而下面的韭菜得不到好处，进一步加剧这个贫富差距。这么下去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也就是政府它的这些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它的这些好处恩惠它没有办法雨露均沾，好处都是让那婆罗门和权贵拿走了，没有办法到达最底层，没有办法到达牛马这儿，连发个优惠券都发不明白。我看这次有人大代表提议什么优惠券怎么发，都已经有人大代表提意见了，连消费券都发不明白，都能发出腐败出来。我们跟日本比有优势，但也有明显的劣势，所以注定了日本是消失了30年，我们呢那就不太好说了，一切皆有可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